二手雅閣點樣揀？雅閣喺二手市場有住巨大嘅保有量同埋口碑，但係千祈唔好俾佢嘅金字招牌所迷惑啊！唔同年款嘅雅閣有住巨大嘅差異。咁今日呢條視頻就帶你了解邊一款雅閣最值得入手，邊一款打死都冇賣。我先從最早嘅國產雅閣開始講。04到07款係第一代國產雅閣，亦都被稱為第7代同7代半。外觀方正沉穩，放到依家嚟睇，除非你中意老車，唔係呢個外形啊，稍微有啲老氣。咁佢搭載嘅發動機有 2.0、2.4、3.0嘅自吸發動機，配嘅都係 5AT 變速箱。優點就係結構相對簡單，所以當時嘅質量非常穩定。但係畢竟佢車齡到而家都有20幾年啦，發動機滲油、燒機油嘅問題都係會存在嘅。仲有全車嘅橡膠件老化、底盤異響等。到手可能仲需要進行整備，而且按照真實車主嘅反應，佢油耗而家係7毫至1公里左右，屬於偏高啦。目前嘅二手價咧就喺1到2萬之間啦。如果你唔係特別對老車有情懷，或者係你想學啲汽修知識，我勸你都係最好唔好碰佢啦。08到13年款嘅係8代雅閣，網上講嘅皮實內容講嘅就係佢，無論係外觀、動力、整體個空間都比7代進行咗大升級，亦都係以前被稱為老闆車回本利器。但係講就係皮實內容，但畢竟10幾年嘅車，有啲車況唔好嘅，仲係會出現氣門室蓋墊老化、滲油，所以喺選擇佢嘅時候一定要檢查發動機艙是否有油漬。另外仲有啲小毛病，譬如電池閥易損，需要檢查啟動同怠速是否平穩，低速換擋時是否有頓挫，打方向盤有冇異響。咁其他嘅問題咧就唔大。總體嚟睇，8代雅閣係一款質量相對可靠、空間實用、維修保養比較平嘅經典 B 級車。要入手嘅建議你哋買 2.4 排量，動力儲備明顯優於 2.0， 而且 2.4 同 2.0 嘅油耗相差唔大。二手價咧就喺2到4萬之間，不過咧車源比較少，好難買到啊。而13年改款嘅8代雅閣呢，外觀外飾冇乜變化，發動機亦都係老款。咁點解會單獨整咗台8代半出嚟呢？因為佢係用剩翻嘅配件砌成嘅改款。咁呢一款咧性價比唔高，二手價格喺3到5萬之間。8代半我係唔建議購買嘅，同樣嘅價格你仲不如選一台車況更好、更純正嘅8代雅閣。14、15款嘅就係9代雅閣啦，愛好打更也引入咗地球夢系列發動機，不過 2.0 同 2.4 搭配嘅都係 CVT 變速箱，3.0搭配 6AT 變速箱。我比較推薦 2.4 排量嘅，因為 2.4 排量有住可變氣門技術同埋缸內直噴嘅技術，動力同埋燃油經濟性都優於 2.0 嘅電噴。可惜嘅係用 CVT， 初代嘅 CVT 可靠性呢問題仲係唔大嘅，但係有部分用戶反饋低速偶然間會有輕微嘅頓挫。另外佢嘅隔音降噪水平一般，懸掛呢變硬咗，導致舒適度下降嘅嘈點。總體嚟講我就唔太推薦你購買，因為加啲錢你就可以買到我最推薦嘅16、17款，亦即係9代半嘅雅閣，被公認為最美雅閣之一。徹底拋棄咗大缸牙，更換咗更精緻運動羽翼式嘅 LED 大燈同埋更動感嘅車頭，咩部分設計亦都更加協調流暢，內飾優化細節，質感提升。我亦都係從呢一代開始認識雅閣呢台車，但係可惜嘅係動力配置取消咗 V6 3.0 排量，加咗個 2.0 運動，而呢一款運動呢，搭配咗 IMMD 運動技術，降低咗油耗，同時提升咗動力。但係要注意嘅係早期嘅 IMMD 系統，尤其係電池穩定性同口碑不如後期嘅成熟，維修成本較高，保值率相對於燃油版又略低。網上可以見到運動版嘅維修案例並唔少啊，所以我都係推薦大家買翻燃油版本最穩定。如果你唔介意呢台車嘅隔音缺點，佢嘅可靠性、顏值同埋性價比都係我最推薦嘅一代。佢亦都係二手雅閣市場入邊最熱門嘅主打車型。100款就係10代雅閣，亦都係被噴得最慘嘅一代，排量再次下降到 1.5 升，但係加咗渦輪，分高低功率，然後亦都分咗燃油版同運動版，全係配備 CVT 嘅變速箱。 1.5T 嘅燃油版早期嘅批次有住機油增多、失速門嘅風波，雖然係通過召回解決，但係陰影難消啊！可靠性口碑嚴重受損，行人保護系統過於敏感，而且維修昂貴，亦都係嘈點。運動版本就相對穩定，所以100款嘅 1.5T 燃油版各位要注意啦，唔好跌落坑入邊啦。然後就到21到22款嘅10代半雅閣，已經將10代嘅問題進行咗解決，亦都喺10代嘅基礎上優化咗動力系統同埋智能化體驗。儘管隔音同空間仍需要提升，但係低故障率、高保值率同家用實用性，使10代半雅閣仍然係二手車嘅優
選之一。目前二手市場嘅價格就喺85000到13萬左右，再到依家嘅23到25款11代雅閣，目前23到24款嘅二手價格咧喺11萬到16萬之間，而最新嘅現款各種補貼落嚟咧，亦都係先13到19萬，價格咧相差唔到幾萬，直接買25款咧係最抵玩嘅。但係佢個外觀，我個人唔太能夠接受咯。最後俾個建議大家，如果你想買二手雅閣，最好就要睇下佢嘅里程表，尤其是係10代打下嘅，最好係要有 4S 店記錄嘅，因為雅閣都係調標大戶啊。動力上優先選擇 2.4 排量，油耗平衡，性價比最高。總結一下，二手雅閣除咗10代早期，雅閣而家喺二手車市場仲算係優選。按照你哋荷包嘅預算，選擇8代、9代半同10代半。當然啦，你有錢你可以買新款添。OK， 唔知道呢條視頻有冇幫助到大家點樣去選雅閣？如果你大家仲想睇咩車型，歡迎評論區留言。我係阿輝，我哋下期再見。